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去观赏沉船铁达尼号的畅水器泰坦号失踪，外界拼说要伫泰坦号的算数用真风进境来搜救。不过，美国海岸的防卫队证实讲，这架泰坦号可能是已经爆炸，伫事故的地点附近发现畅水器的残骸，判断内底5个人拢不幸过往啊。 美国海岸防卫队通知泰坦号5位乘客驾驶畅水器伫铁达尼号沉船附近内部爆炸。Discovered the tail cone of the Titan submersible approximately 1,600 feet from the bow of the Titanic on the seafloor. The ROV subsequently found additional debris. The debris is consistent with a catastrophic implosion of the vessel. 当局表示，因为海底环境真歹，无法度确定会当找到尸体，因落去水底费用25万美金，差不多代票775万，拢有签7个书，生死家己负责，包括58岁英国好野人哈丁、巴基斯坦好野人达伍德贝亚囝、77岁铁达尼号专家纳洛莱，也有海洋之门的执行长拉许。拉许因某也是铁达尼号著名的历难者翁仔某的后代。泰坦号所属公司海洋之门探险表示哀悼，讲因拢是真正的探险家。 泰坦号18落去水底了，无到2点钟就失去联络。国际联合搜救8月算来96点钟久永记的时间，22日2天，成立有探测到声音。There doesn't appear to be an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oises and the location on the seafloor. 根据海洋之门向美国反映提交的资料，2021年到2022年，至少有46个人坐过因公司的畅水器成功去铁达尼号沉船的地点。有一寡人转来了，认为有安全上的疑虑，包括通讯会因为不明原因中断，无经过实验认证。2年前，第一批落去水底客户之一，德国退休的生理人冒险家洛伊布，就将这种畅水观光，比如是一个执行一项自杀任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